政府同學界近年積極推動 STEM 教育，隨住機械人熱潮席捲全球，新生代喺呢一方面嘅知識亦都有好大突破。東華三院張明添中學今年3月出戰喺日本舉辦嘅日本國際工程挑戰賽取得佳績。校長林文傑強調，奪獎並非目標，讓學生成長擴闊視野先至最緊要。向來我自己重視嘅學生，除咗書本上面嘅學習呢，就係佢嘅生活嘅經歷同埋佢嘅體驗。佢點樣可以幫翻佢嘅學習發展，深化佢嘅學習咁樣。咁所以我覺得今次學生你有機會呢，即係離開香港去到日本去比賽嘅時候呢，首先喺生活上面嘅體驗已經係好難能可貴。至於5名參賽嘅隊員直言，比賽令到自己大開眼界，更加立下志願向工程師專業邁進。而喺比賽中，呢幾位小隊友嘅表現就相當出色。隊長鍾偉霆就話：我哋大家可能都會係 keep 住一個諗法，就係即使我哋贏唔到，咁其實喺比賽當中我哋都學到好多嘢啦。咁繼而我哋就唔會太多去諗我哋輸咗之後點啊。團隊中經驗最豐富，今年中4生嘅小隊長鍾偉霆，仲有1年時間留喺校隊，因為需要專心應付公開試。而佢亦都為以舊帶新嘅傳統做好安排。我淨係玩咗1年啦，咁其實所以經常傳授啲知識啦，即係可能我啲經驗啦，我識嘅嘢啦，可能就傳授俾佢哋啦，俾佢哋喺比賽當中係更加出色嘅成就啦。至於其他隊員亦都指出，透過比賽激發咗個人興趣，更加認定咗未來嘅發展方向。我哋去到4強，去到決賽，我哋都發現，我哋只要唔放棄，一路行落去咧，我哋都係會可以攞到呢個今次攞到2個獎翻嚟。發現自己對機械或者AI 呢方面咧已經有好大興趣，可能做一個普通嘅工程師都好，我已經好開心啦。我就希望未來可以繼續參加呢一個興趣班啦，咁就可以令到我嘅嗰個編程水平上升啦。其實機械都有一個好大興趣喺度啦，將來亦都會可能大學揀科揀翻一啲關於機械工程嘅科目去發展。對於學生嘅表現，負責帶隊嘅教學助理林允儀就咁樣形容：發現到同學佢哋即係小宇宙爆發，即係佢哋嘅抗壓性啦，同埋解難能力比我想象中更高。佢哋真係好犀利啦。而過去10幾年一直透過新科技擴闊學生視野嘅梁偉業主任亦都指出，短咗個零月到時間，見到佢哋呢個 level 升咗2級。唔單止佢哋喺機械人方面啦，而係個視野同埋個胸襟都真係升咗2級。咁亦都希望透過佢哋同其他同學嘅互動啦，可以將佢哋所見到嘅嘢就分享出去啦。至於要點樣承傳落去，邱海欣老師指，具有豐富經驗嘅老師相當重要。我諗係首先業界嘅老師要好願意分享，即係分享我哋嘅即係教學經驗，願意開放我哋嘅教學心得，呢啲就真係好寶貴嘅資產啦。